咱台湾今年也是无法度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。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有向谭德赛发声，讲爱互咱台湾加入 WHO 的观察员。另外，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，即马是愈来愈大。美国敢要甲咱台湾列入去核保护线，这部分吴钊燮是证实讲，台美已经有咧参详啊。 So would you support Taiwan to join WHO? So it's up to the member states. It should get enough So would you votes to support join. Taiwan to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20月伫瑞士日内瓦举行，台湾无通受到邀请。不过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讲，台湾是毋是会当受到邀请，这是会员国来决定。外交部长吴钊燮咧话讲，谭德赛应该爱接纳台湾。 我想这种说法跟我们全民的期待不符。谭德赛干事长应该接纳台湾，让我们台湾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。 也若拄正这落幕 G7 峰会，聚焦伫台海安全的议题，重新反对任何借武力高平来改变现状的作为。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，逐工称悬，美国是毋是会当甲台湾纳入去核保护线？吴钊燮讲，美台有咧沟通。 任何国家用核武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话，我想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事情。相同诉求的这些好朋友，那跟我们之间也有所沟通。那有关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就这个议题的讨论的话，那不适合我在这边来做说明。 也若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19共同宣布完成第一阶段的谈判，估计要伫数礼拜以内签署头一批协定。吴钊燮认为讲安尼通破除疑议论。当然，在这个世纪贸易倡议的签订，对于我国来讲，除了经贸上的合作之外，最重要是政治上的宣示。对于双方之间的这种相互投资或者是贸易往来，也一定会有帮助。以美论会因为这个协议的签署而被破解掉。 蔡总统伫个520谈话，有批评在野党无应该为选举来咧下战争恐惧。吴钊燮表示讲，台湾到底都毋望会当维持和平稳定，战争甲威胁的来源就是中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